台北市有一间教场进前就捌去互警方查过，即阵是阁互人发现引用博牌仔比赛来暗砍，实际上煞是继续咧做非法的博缴。警方即届去抄是甲负责人等列着7个人带回去侦办。 组长亲身带队入内点开搜查，现场真侪接倒啊人拢坐满，拄着警方临检，证人拢料想未到。参加博缴的人有律师、缴客、总管，啊，甲在场4单的负责人，警方拢总押回67个人侦办。假借赌客比赛之名持续违法经营，全案讯后依刑法赌博罪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。 这个所在经营德州科技帮创伫大巨蛋边一个上班地下室，警方接到情报，牵涉到非法博缴，进行执行搜查，查扣伊扣仔店的5000多万，也个查扣东缴的3000多万。我的所有的赛事都是符合高院判例合法的赛事，很高的几率应该就是被人家恶意的检举。这间教场已经第2届互人查到，关键1年外前就捌进门查缉，发现幕后经营的是网称叫小六的运作。即摆个人查出业者持续用科技帮协会名义对外招募会员，加伫比赛交流，毋过伫非法博缴。业者发声明表示，政治案也无结果，无起诉，当日行流程，个互人恶意检举，主张相关比赛是合法符合规定，唔惊挑战。你只要提供一个场所给行为人去做赌博动作，那从中意图盈利，还会构成经营赌场罪的部分。那提供场所互民众博缴，阁有挑伫趁钱，律师分析，安尼就涉犯经营博缴罪可能性。到底专案敢有合法？真相是啥物？也有待检警调查清楚。记者采访报道。